大家好，我係新新。今次想同大家講下近來啲80日嚟，喺思明死咗之後，李家丁一家人一直成為大家嘅焦點。但原來呢80日，李家呢5個人，鼎爺、豪仔太太 Agnes、李永漢、佢太太 Connie 嘅命運已經作出翻天覆地嘅改變。今日我就會同大家一一拆解。歡迎嚟到新世界。鍾意我內容嘅朋友請 like 同 subscribe 我頻道。好啦，翻嚟啦。我首先同大家講嘅係李永漢。哇，李永漢一直係一個新聞人物、新聞推手。其實唔係佢，大家都唔會知道咁多內幕，就係佢率先發放咗錄音，等大家知道鼎爺嘅情況。原來佢嘢都係為咗錢。有一時又話豪仔攞咗300萬，又話鼎爺會嚟緊再俾300萬佢。好啦，到鼎爺忍唔住啦，你係咁發錄音，終於接受訪問，先爆咗出嚟。原來你啲咁多年嚟啊，5萬幾6萬一個月攞個老頭，仲拉尾咧就攞咗佢差唔多200萬。好啦，到爸爸今日啦，忍唔住啦，即係啲上啲兩個禮拜就宣布5月底就宣布同你斷絕父子關係，再唔關你事，再唔關佢事，你所有嘢。哇！咁你係咩人嚟嘅？咩人都未算喎。咁跟住有一期《東周刊》嘅封面咧，就有人攞錄音再爆料，再爆料係咩啊？就係啲我俗稱叫黑材料，就諗住即係澄清啦。當中鼎爺其實有個女朋友。當中嘅75萬唔係佢攞嘅，俾咗佢呢位女朋友。咁你仲要放料抹黑一次，又講話豪仔問老豆攞錢買樓，即係呢個版本又多一個版本，又話攞錢買樓。好啦，又鼎爺又接受訪問，又否認一次，為乜咧？其實而家佢好慘㗎，即係本身係一個幸福家庭，唔使做嘢。每個月有5、6萬去使，你話佢幸唔幸福先？住大屋，仲要大裝修一輪。喺2年前將間屋裝修一輪，都係鼎爺俾錢。跟住又有老婆，跟住又有3個仔女，人生嘅極致啦，唔使做嘢喎。咁而家呢個轉變咗就係咩？就唔會再供養佢，冇咗呢個老豆供養佢，簡直係天堂打落地獄。佢唔容易㗎，跟住佢個命運真係從此改變啦，即係冇咗鼎爺嘅照顧，真係從此改變，即係以後冇得問老豆攞啦。喂，其實開始唔細，住間咁屋，即係你話而家係樓契喺佢手啊，係思明嘅物業啦。咁啊，豪仔追唔追咧？佢冇講啊，只係話經律師去解決所有問題。但係我當到豪仔唔處理居住嗰個問題先。又要差餉，又管理水電煤工人3個 BB 使費，喂，唔容易㗎。你即係間屋，你4皮有冇得走？咁你啲何來錢咧？即係你都唔做嘢，咁仲要今時今日你講到自己高中都未畢業，咁我都唔知你點揾4皮嘅養家啦。我又當你壓到好低啊，3萬蚊你都走唔甩。咁啊，仲有啦，就係另一個問題。哇！咁3個細路使唔使改變生活咧？咁呢樣嘢又係影響到喎。咁你真係諗唔到咁多，即係呢啲問題就係你作為爸爸應該諗佢點去解決。咁啊，仲去咗印度拜佛啦。呢樣嘢我都覺得拗爆頭。但係印度拜佛嗰陣又爆出一單嘢，就係佢話佢行為怪異啦、離群啦。跟住就講電話嗰時，疑似同3把刀嘈交喎。好啦，問題啦，就係3把刀去向。嗱，呢個人物咧就好緊要，因為阿鼎爺講咗咧，佢係喺攞錢嘅時候係一個一哭二鬧三上吊入邊嘅最重要嘅人物，所以就形容到人無3尺高，肚裏3把刀。咁每次要錢都嚟出手啊，咁點啊？就係你哋係共富貴咁多年，係咪可以共患難呢？我真係唔夠膽講。
跟住我又睇啲新聞咧，就傳到離婚，唔知㗎，我都係睇嘅啫。咁但係咪可以共患難嘅人咧？我諗就好快就知，因為生活質素一定大幅下降。咁啊，總之係成個家庭由頂爺唔支持開始咧，即係一個養咗46年嘅大 BB 咧，就要接受佢自己去孭起頭家，佢個命運咧就從此改寫㗎。仲諗住去選立法會議員，咁你個底花晒㗎啦，唔使諗啦，即係唔使諗咯。你即係肯肯定定，即係有陣時我都睇翻，即係張志恒都成日諗緊點維持頭家，雖然佢唔掂啫，使費大，3B 又多。其實我都唔明你有冇諗過養嘅咧？即係其實香港養 B 真係唔容易，你仲要3件，真係唔講得笑。咁啊，3把刀個去向下場係點咧？即係而家佢已經刪晒 Facebook， 又冇晒留言區㗎。咁佢呢個咁重要人物，到底同我李永漢係咪可以一齊走下去咧？啊！如果佢真係一齊走咗落去，一齊捱窮，我真係鼓掌，即係覺得好嘢。仲要如果真係努力揾到錢維持到頭家，威俾頂爺睇。喂，你老豆話同你斷絕父子關係嘅喎，佢一定唔想你衰嘅。佢望你真係好好咁，哇！維持到頭家，叻仔，光榮，唔容易㗎。睇到呢一步，但係我真係唔知你點維持啦。拜佛咧係祈求嚟嘅啫，你真實做啲嘢幫佢，就會幫到你嘅。仲有你又好應該即係同你老豆道歉嘅，即係我覺得。不過你老豆都話唔會原諒㗎啦，咁你自己諗清諗楚。好啦，講完呢 pair 啦，又到而家人氣王啊，即係最強 KOL 豪仔啦。咁啊，豪仔啊，其實真係一直喺低谷嘅。哇，低到咩地步咧？即係呢80日嗰邊係咩？阿媽死咗，其實夠慘。愛回家玩完有冇嘢撈？成問題。當大家擔心嘅時候，一個喺 TVB 26年啊，係26年撈嚟撈去咧，都係啲下硬期嘅角色。佢訪問有講噶，點解要做啊？還 show 咯，因為 TVB 將約咧係月薪藝人嚟嘅。其實呢個佢就好穩定嘅，令到自己生活。但係你必須因為佢電腦咧，一定會睇到你剩低嘅 show，你一定要還。如果你還得晒，你譬如續約嗰陣時，咪有條件去續約。你話證明你一個好有用嘅演員，哇！啲 show 爆晒，咁咪還咯。好啦，好在又有愛回家啦，起碼叫得出嚟係李小豪啦，唔係啲迷失26年啊，即係大鑊啦。好在嗱，當一個人咧去到底嘅時候咧，真係會反彈。冇人估你做 YouTube 個反應咁勁㗎嘛，到呢一刻都係咁勁，即係唔講頂嘢。其實阿豪仔而家出嚟嗰條片最低嗰條啊，即係新拍嘅都10幾萬，冇乜 YouTuber 做到啊，所以叫最強 KOL。你哋睇佢喎，即係有時我睇呢啲片咧，即係唔係即係睇唔好咁簡單，即係你睇下愛回家幫佢拍嗰啲片，高唔高 view 係重要，但係最重要你睇到佢啲人緣係咩咯？嗱，呢條片一路有2條。咁第一條係9個星拍嘅，即係阿大小姐啊、水輝啊、鐘仔啊、何俊樂一紮人幫佢拍。條片嘅質素咧 OK 嘅，但係最重要你睇到後邊嗰個 making of， 你睇到咩人同佢，個個同佢揸機，有人幫佢打燈啊、水輝、阿大小姐，呢啲咪人緣咯，一齊同佢度對白啊，點度法？呢啲咪嗰啲感人嗰個人情味。其實豪仔個頻道點解受歡迎咧？賣嘅係咩啊？人情味咯。你睇埋佢第2條片，嗱，第2條片咧係成圍台，哇，10萬訂閱慶祝啦。嗱，你睇下阿豪仔出嚟對答啦，你睇下台面嗰碟餸，好明顯有嘢整啦，又要炮成，啲人驚佢冇得食，夾定晒一份份俾佢。咁呢啲細節位係咩啊？咪屋企人咯。佢都講咗個家人一樣，6年一齊拍，咁啊多咗屋企人幾開心。仲嗰堆人啊，即係嗰班人，嗰班愛回家同事就話一定要上去頻道，為咩支持佢咯？呢啲咪人緣咯。TVB 你繼續會唔會有啲重要角色做？我唔知。但係今時今日你喺自己個台 YouTube 個頻道，李榮浩
一定係主角，一定會成功嘅。你只要俾心機做，邊有人手牌開得咁靚？冇人估到你會喺 YouTube， 亦都冇人估到你紅，估到你會咁受歡迎，亦都我睇唔到有人可以複製到你。夠有藝人做頻道咯，又唔見係好似你咁爆，唔會見豪仔咁爆㗎。呢啲咪就係佢嘅力量咯，谷底就可以反彈。人生就係咁啦，逆轉人生80日，悲慘過後有艇搭。又要講埋佢太太喎，其實一直對佢嫲嫲嘅外界好麻麻，到底咩事咧？點解思明死都唔肯認佢咧？咁漢哥口中咧又唔認佢。Annis， 哇！呢個新抱有啲人話阿鼎爺嗰邊唔係咁講，係咪兩邊都有問題咧？不為人知咧。最終鼎爺揭開答案，就係話如果去結婚飲宴，一錘打死，一錘打爆思明。哇！係咪要決裂咧？咁你見阿豪仔同阿鼎爺當年都封晒口㗎，連結婚片段想擺喺自己嘅 YouTube 度都唔夠膽上，要等思明死咗過咗7啦，先至擺出嚟，即係還自己太太，即係還自己一個心願啊！無謂挑起是非。咁就有個新抱喎，絕對已經清白啦，唔係洗白，係清白。你睇而家鼎爺條條片都係佢揸機嘅，仲要對答。佢啲訪問就讚到呢個新抱照顧都係非常當正佢老豆咁嘅照顧。咁你仲想點啊？咁81歲老人家3人行同個仔開心啦，好難得有個仔女咧，即係咪有仔同個新抱係成日照顧個爸爸嘅，即係有唔會咁多咯。即係通常女多嘅，其實即係我想講係女比較多。仔咧去到咁咧比較少嘅，真係比較少。咁阿鼎爺咪幸福咯。命運其實命運又跟住逆轉咗咯。哇！到最後嗰個最重要人物，所有人嘅牽連就係因為佢李家鼎爺。哇！李家鼎爺唔係高峰咩？高峰係啊，但係病啊嘛，瘦咗20磅。呢80日有30日前曝光，去完思明葬禮之後唔見人，瘦到條藤咁，冇精神，食唔到嘢。點解而家你睇片都咁精靈啊？雖然把聲爭啲，我成日話把聲爭啲，但係精靈到咁，仲識得玩豪仔。咁你想點啊？但係你留意喎，你唔發覺 TVB 佢冇乜 job 咩？冇喎，可能大家唔知，因為我忠實啊嘛。即係我忠實有睇資料，其實每一年都有鼎爺嘅煮餸節目，係鼎爺廚房開始啦。2016年年尾鼎爺廚房開始，每一年都冇例外。但係今年2026年，你完全聽唔到任何聲氣去主持廚藝節目，點解咧？估㗎咋，兩個原因，諗唔到做乜。第一 TVB 諗唔到做乜，係咪再拍落去？因為始終老人家81歲，係咪再拍？咁第二啊，身體唔得。其實佢個胃炎咧，即係睇翻資料就應該年尾出現，就一直拖到而家。我身體咧應該係麻麻地一直。咁係咪可以接受到個咁高強度嘅拍攝咧？即係呢個疑問啦。咁不過唔緊要，因為佢翻嚟啦嘛，我都係有狀態，養多陣應該得。咁呢個 TVB 會唔會拍落去咧？其實唔使諗嘅，又唔使度肥媽李鼎，又唔使諗嗰啲咩幾多道菜，即係反為我覺得簡簡單單就阿爺廚房10週年，即係做一個好美好回憶俾大家。今年再拍，中意加咩人就加咩人，當 party 咁做，都係阿鼎爺廚。我覺得佢所有廚房好高收視㗎，喺廚藝節目嚟講。你有幾多見一個廚藝節目可以喺黃金時段做10年咧？即係而家9年，如果佢再出一次就係10年。咁呢個講逆境反彈咧，就係起碼身體已經反彈咗啦。咁仲有就係人氣反彈啦。哇！81歲去豪仔頻道做 YouTuber 喎，
第一條片66萬，第二條片33萬幾，第三條片啱出啦，即係睇個走勢都唔會差噶啦，800萬 view。咁咪係佢個魅力咯。仲有就保持到個人氣，保持到啲人氣。咁其實好簡單咋，豪仔話最初點解預咗鼎爺拍 YouTube 啫？佢都話驚鼎爺冇嘢做，悶啊嘛。鼎爺都講咗係好怕冇嘢做，佢中意開工。咁啊揾啲細藝俾佢做咯。咁呢啲細藝就變咗一個化學作用，就變咗而家嘅豪仔係最強 KOL 啦。咁鼎爺係更強 KOL 啦。你睇落去啲 view 咁高。咁仲有鼎爺其實開創咗一個第二高齡嘅藝人 KOL 記錄嗱，客串嗰啲唔計，做一兩集都唔計，長期有節目出先計。佢真係緊似阿修哥啊！因為修哥有個頻道叫做修哥萬花筒，就係修哥做嘅。咁 view 當然冇阿鼎爺咁高啦。咁但係有心去做咯，即係佢都應該係揾啲嘢等自己，即係揾啲細藝等自己去做，又可以同啲新一代去交流。咁啊，鼎爺唔緊要啦，我覺得咧，以鼎爺呢個狀態咧 ，TVB 好有機會喺年底，應該有嗰啲賀年廚藝節目咧，會開俾佢。到時係正式完成咗呢個10週年嘅大任，哇！到時開心，命運逆轉其實唔容易嘅，即係等於80日前同你講阿豪仔會變成咁，你又點估到阿鼎爺咁狠心落最後一把刀去斬斷同佢嘅關係？所以命運從此改寫，總之希望鼎爺好啦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